我想翻去30幾歲啊咁樣。咁佢話點解啊？跟住我話因為30幾歲嘅時候，全部發生嘅事都係開心事咯，都睇化咗一件事，就係其實生老病死係必經階段嚟。咁因為始終都要繼續咁向前行，同埋繼續做人噶嘛，係咪？咁反而令到我更積極咁去面對就係、既然一生係咁短暫嘅，咁我就會真係利用我呢一生去做多啲我認為可以幫到人又好，滿足自己又好嘅事咯。立咗啦，早係啊，係啊，早陣子啦。咁我揾錢咁辛苦，咁如果我有啲咩事嘅時候，唔好浪費咗我畢生嘅積蓄噶嘛，係啊，唔好亂咁用噶嘛。咁我梗係希望係以我分配嘅方向去，係咯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